欢迎收听8月22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17章31到58节，这就是他，这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大卫，拥有神军备的大卫。在面对歌利亚的挑战和非利士人军队的镇压当中，上帝使用他，就在他平常的生活当中装备他。我们要来祷告 RPG 的经文，在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。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，上主不需要用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，他战无不胜，他要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。这是当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候所说的话，也是今天告诉我们，得胜在乎我们的神，得胜在乎我们的神，而我们如何来回应参与在上帝应许的得胜中呢？因为家里的鞋工厂已经关闭，但是家里还有1-2双库存的鞋，他想或许我可以供应我听见的需要，但是要租一个货柜，或是要买一个货柜可以装的还有很多空间，该怎么办呢？既然他们需要鞋，于是我就设计了一张木鞋的文宣海报，在上面想了一个标题，4个字：救鞋救命。哇，没想到隔天就开始陆陆续续收到台湾各地寄来的鞋子，而且还塞满了整个家里。这就是杨佑任先生成为肯亚偏乡祝福的开始。当时他听见他的亲人在肯亚的偏乡，在那里当宣教士，在那里服侍那里的弟兄姐妹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实际的生存问题，就是当地的沙蚤好像是一种寄生虫，它不仅是会寄生在脚的皮肤里面，更是会引发感染各样的风险，造成很多人因为沙蚤而丧命。于是他想，他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的需要。直到今天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杨佑任先生所做的工作并不只是寄鞋子，甚至在那里开办了学校，让他们自己就能够自立，让他们自己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观念来帮助他们健康，持续他们的生命，更是能够成为在当地也是有意义，能够带来祝福的人。上帝使用人成为祝福，很多的时候是从你已经被装备的事情开始。其实救鞋救命会有这样的开始，还要追溯到过去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但非常喜欢画画的杨佑任先生。他想到，我过去有画画，我过去有去涂鸦，那我是不是就设计一张海报？上帝就使用他，从这里开始带来祝福。上帝让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，也是让他已经拥有这个过去已经为他装备的。上帝今天也为我们装备好了，让我们得胜的能力。就在我们的日常当中，我们发现了吗？我们在操练了吗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从31节一直到58节，当大卫他看见这样的一个战场的景况，众人都惧怕，甚至派不出兵来去跟这个歌利亚对战的时候，他在那里问来问去。扫罗听见了，他想要知道，他想要好奇，他想要知道接下来。于是扫罗就把他找来之后呢，发现天哪，他是一个孩子耶，他怎么可能可以跟这个身经百战的军人来对战呢？但是大卫，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，他其实很认识他自己，而且他也不是空口白话，说一个大话而已。他告诉扫罗说，我当然能够打，因为过去我在旷野里，过去我在这些草原当中，过去我在牧羊的时候，上帝已经装备我了，
当这些小羊，当这些羊群他们会遇到这些其他的野兽，遇到其他的动物来袭击的时候，上帝已经装备我，能够徒手来对付这些狮子，对付这些熊。何况他只是一个人，歌利亚顶多是一个巨人。在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看见上帝过去的装备，让他能够不是穿戴那些铠甲，好像要这样的装备你才能够去面对战争。很多时候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，只是我们有察觉到吗？在这里他没有穿上扫罗的那些兵器，那些盔甲，反倒是用他日常善用的这甩石机弦，还有在河边找了5颗光滑的石子，就这样要来迎战歌利亚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当歌利亚面对到他的时候，哇，这只是一个孩子啊，而且他好像在玩游戏啊，这样还是拿这个甩石机弦就要来跟我打。我们透过他们的对话就会看见，当时这个歌利亚还跟他说那根杖是做什么？你以为我是一条狗吗？因为这个狗可能用牧羊的想象来去理解的时候，就你以为我是狗吗？我是你的敌人，我是你的对手于是他就指着自己的生命诅咒大卫，向大卫挑战说，来吧，那我把你的尸首丢给这些飞鸟野兽吃。大卫在这里没有因为他的叫骂，没有因为他的巨大而害怕，反倒回答说，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，就是今天 RPG 的经文，而我打你呢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，他就是你藐视的那位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今天上帝要把你交在我手里，我要打败你，砍下你的头，因为这个征战的得胜是在乎这位上帝，他根本不需要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，只要他想要赢，他战无不胜，他要把你们交在我手中。大卫他清楚的知道，征战得胜是在乎上帝，而他就是使用他自己过去被装备擅长的，不断的被上帝来使用，不管这结果如何，他知道结果在上帝的手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结果在上帝的手中吗？我们知道当上帝要使用我们，当上帝要祝福我们，当上帝要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来跟随他，我们就是要来转向他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经历那真实的得胜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当歌利亚要走进大卫，他真的要来收拾这个不知死活的少年人的时候，大卫就在那里拿出了一个石子，就用这投石器，就这个甩石机弦向歌利亚甩去。很妙，17章前半部说57公斤的军备竟然保护不了，竟然输给一块石子。因为这57公斤的军备哪里都包覆了，就是没有包到他的脸，没有包到他的额头，而这石子就刚好打中在他的额头上，而且石子还牵了进去。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歌利亚是凶多吉少。他凶多吉少原因是因为这块石头吗？我们其实更清楚的是上帝让大卫打中他。我们再怎么样防范，很怕失去，不要经历到恐惧。然而生活里面若不是出于上帝的保护，其实都是大漏破绽。在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就看见一位少年英雄诞生，他按着上帝的心意，他归属上帝，而且他被上帝来使用。这成为我们很好的借鉴跟提醒，不是我们拥有多少资源、装备、各样的安全避险就能够让我们平安，而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上帝。拥有神军备的大卫，上帝已经为他预备一切所需来经历得胜。我们是否察觉过去上帝对我的一切装备呢？恳求启示的主
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明白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中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中，他的应许没有离开，而我们要来回应，起来回应，这就是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过去有很多不论是好的经历不好的经历，主，你往往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我们所需要的恩典。然而我们的生命是否敏感察觉你的心意，使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成为美好的见证，成为美好的能力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当下。主啊，我们要继续扎实的来预备自己，我们要继续寻求你的心意，我们也要继续的转向你，使我们被主来使用，使我们在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当中，因着主你已为我们预备，我们就要来经历得胜。谢谢你带领我们在现今我们所面对的境况中，好像我们渺小，好像我们有许多的限制，然而你已经掌管了那个得胜的结局，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大卫他所经历的生命也让我们一起来经历，特别是那已为我们装备使我们得胜的过程。我是世界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